伫壁顶悬有一副八卦，你去顶悬试看觅咧，就会当知影伊代表的意思。伫壁顶悬有一副八卦，你去顶悬试看觅咧，就会当知影伊代表的意思。伫壁，你即个人的独立性真悬，真无爱受到传统规矩的束缚。你呢，真够想东想西，非常的有同情心。你即个人真有勇气，真热心，真坚定，但是容易冲动，话要做啥物就要做啥。你非常的实际，真苛刻，但是呢，有一点固执，你真爱水的物件，你的反应真紧，兴趣也真多，但是无法度坚持，你真爱甲人讲话，你即个人非常的顾家，真敏感，若拄着心烦的时阵，你会去眯起来。你呢，真爱大家拢注意你，人非常的慷慨，真容易交朋友。你呢，真爱大家拢注意你，人非常的慷慨，真容易交朋友。你即个人呢，敢爱敢恨，对神秘的物件呢，真有兴趣。你即个人呢，真有勇气，爱自由，爱冒险，爱旅行，无法度过单调的生活。你呢，无啥爱变化，非常的认真做工课，会去追求成功的人生。你有一件重要的代志要交代互你，这你先摕去看觅咧。有一件，迄就是阮师傅啦，我就是伊设计出来的。迄就是阮，请你将生日甲我讲，请你将生日甲我讲，请你将生日甲我讲，请你甲我讲一个名，请你甲我讲一个名，这个名袂歹，感谢你的光临。这个名袂歹，感谢你的光临。